来，南非的政府再度要求台湾驻南非的代表处，要伫今年3月底进前迁出因的首都，甚至要甲咱的代表处降级改名。美国有参议员普文挺台湾，讲要甲台湾徛做伙。较早呢，手牵安安，即马可能是一场空。南非政府阁要求台湾驻南非的代表处，今年3月底进前要迁出首都普热托利亚，甚至拍算要将咱的驻处降级，并且改名为贸易办事处。各界朋友继续替咱台湾赞声。美国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地社群平台 X 写文章，针对中国讲，若是甲南非做伙霸凌台湾，美国必须考虑施压，包括将南非踢出非洲成长及机会法的计划。国讲对遐协助中国影响民主伙伴关系国家，美国无应该提供贸易好处。其实早伫去年，南非政府就捌威胁台湾的驻外单位迁出南非的首都，即马伊过来公文，并且设定期限，嘛互双方谈判面临更较大的挑战。我国可以采取的行动，当然是第一个是力求保障我国的这个代表处的名称，以及留在南非的首都。如果说无法就是说服南非政府的话，要求南非驻台湾的联络办事处就是更名以及离开台北的首都圈。就惊讲，若让步中国对咱的打压的软土深骨，针对这点，外交部表示讲，无要接受南非政府片面违反双边协议，会持续秉持对等甲尊严的原则，甲南非政府沟通，维持台非的关系，咱国是谨慎以对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